另外，欠水影响到这个蒜头的品质，蒜头进入采收期，也过产量占全国9成府里面蒜农，因讲今年雨落了较少，蒜头未大，产量比去年减少了1/3。这个蒜头的价钱嘛，1礼拜每公斤干那剩80块左右，和农业烦恼讲，可能连本钱都赚袂来。蒜农甲蒜头挽起来，毋过一看到大细，蒜农拢吐大气。变啊细粒啊。哦。 啊，讲欠水吼。摕正常的蒜头一比，都平是正常的蒜头较大。毋过今年因为欠水，蒜头种出来拢和正边同款，变甲真细，会使摕去卖的，敢若去年的1/3。收量吼，一份多才收1000外斤的呢。有的若较好，1、2千斤啦。啊，无通像因摆讲3000外斤。毋若产量减少，蒜头市面上价钱嘛无好。 自去年9月创下每公斤300块的价格，今年1月阁有200外块，即马落甲剩80块左右。虽然比去年同期阁悬一丝啊，毋过收成减真济，农民就惊会了钱。少啊，蒜头的细粒啊，本钱就重啊。农民讲，买来的蒜头搁要加工摕出去晒日头，才卖出去。为了减少成本，今年有人甚至家己晒日头，家己卖，降低成本来减少损失。